香港嘅鋪頭集體執笠，香港倒閉潮究竟有幾嚴重呢？39年嘅歷史大昌食品店宣布執笠，28間實體店全部退出零售行業，41年嘅大班麵包店、33年嘅許皇粥店，呢啲幾十年嘅老字號通通拉閘。茶餐廳嘅頂流翠華市值從巔峰時期嘅80億港元跌到而家唔夠3億，真係大跌眼鏡。香港實體店嘅大批結業，究竟係暫時嘅落魄，定係無可挽救嘅定局呢？曾經銅鑼灣嘅羅素雞係幾咁繁榮同埋奢華，2021年浪琴手錶為咗搶個鋪面，熱租金高達230萬港紙。當時嘅羅素雞被評為全球最貴嘅商業道，一度超過紐約嘅第5大道。如今呢度淪落為手機嘅配件店，月租金由當時嘅230萬港紙跌到而家13萬唔到，跌幅高達90%。意大利嘅品牌 Prada 關咗月租900萬嘅旗艦店，為麥當尼以月租800萬簽咗10年租約，捱唔過3年，情願賠付天價嘅違約金離場。2025年香港四大合生商圈空置率去到12%，可以話係前所未見。香港鄧成波家族嘅興衰，正是呢變局嘅寫照。2021年，鋪王鄧老先生過世嘅時候，香港樓市依然係巔峰時候。由佢細仔鄧耀升接班之後，香港商鋪租金開始大幅暴跌。鄧耀升為咗自救，賣咗90套房產，仲賤賣咗自己住嘅豪宅。就算係咁樣操作，套現咗數百億港元，亦都難逃危機。最終喺2025年7月份申請破產。呢個一對鋪王嘅傳奇就咁樣退出歷史嘅舞台，真係令人唏噓。另外，香港寫字樓嘅租金亦都大幅下跌。李嘉誠嘅長江中心租金5年內暴跌30%，所以香港實體店集體執笠，主要有4個原因。第一係服務態度唔好。香港甚至俾新加坡嘅媒體一度稱為港客之都，自己口碑唔好，客戶自然就會流失。可能有人會好奇，點解有錢揾香港商鋪嘅服務態度會咁差呢？首先，以前係生意好做，內地嘅遊客多到接唔切，香港嘅老細自然就會珍惜客戶。另外，以前生意好，商鋪業主就會年年升租金，甚至好多人去炒商鋪。根據相關嘅數據，香港鋪租成本已經佔到商家營收嘅40%。喺面對鋪租成本嘅高壓之下，商家就只能壓縮服務嚟提高利潤，限制客戶嘅消費時長，增加呢個分腿率，增加員工嘅做嘢時間。接落嚟就好明顯啦，伙計嘅壓力大，自然就冇心情去提供更好嘅服務，經常就黑口黑面。第二係港人不想消費，大批香港人湧上內地消費，本地消費者流失。呢個都係香港實體店執笠嘅關鍵因素。去香港食潮汕牛肉火鍋，上嚟中山食乳鴿，上珠海食海鮮大餐，價格平到香港人唔敢相信。消費體驗又好，服務態度冇得彈，不想消費已經成為香港人週末嘅日常。一計翻條數，比香港仲要平一大半，而且香港餐廳一般都要收取10%嘅服務費。你去食個快餐連諗飲都要另外收費。反觀內地品牌，唔但有七唔收，仲可以免費續杯，所以有啲香港人乾脆就將屋企搬上深圳。仲慘嘅係咩呢？內地品牌陸續南下搶生意，目前已經有超過60個內地餐飲品牌入駐香港，10幾蚊一杯嘅麥雪冰城平過本地茶飲1/3。譬如霸王茶姬、喜茶、瑞幸等等品牌從深圳一路殺過香港。內地品牌有更低嘅成本、更高效率以及更好嘅服務態度，直接秒殺咗香港實體店。第三點就係消費降級，近幾年大經濟唔掂，居民對價錢更加敏感。香港餐飲店嘅消費高得離譜，求其食一餐飯就要1嚿水，呢個又係導致香港係源流失嘅重要原因。最後係香港電商嘅彈起，隨住疫情之後，網購更加普及。2025年香港電商滲透率高達60%，消費者越嚟越傾向於線上買嘢，導致香港實體店線下客流越嚟越少，真係陰功。總結嚟講，香港實體店大批執笠嘅背後係多重不利因素疊加嘅結果。除咗港人不想，品牌競爭加劇，仲有租金以及人力成本高等原因。無論係鋪王家族嘅巨變，定係香港普通市民嘅困境，都喺度講緊一個事實：香港實體店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嘅定位，只有跟上時代嘅腳步，先能夠生存落嚟。覺得我講得啱嘅，轉發俾你嘅老友。